篇文第9篇，诗篇24篇。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，世界甲踮伫遐的活物嘛拢属伊。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基下伫深海。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、无拜偶像、无随便咒詛的人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上帝要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这款人祈求上主，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朝见伊。城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强各勇的上主，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